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，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是公平无。有关今仔日的主题，咱大声来想一项事，就是讲，这个世界到底有公平无？或者是咱应该爱问讲，到底什么是公平？之前咱也有讲过，公平有几种无共款的观点。咱讲有制度式的公平也有立足点的平等，嘛有实质的平等。咱大概来小可解说分析各种平等的基础差异。咱先来讲制度式的平等。每一个人拢发一箍银，简单来讲，无论咱的这个经济能力怎样，若是好还是歹，亲像咱的政府，因为这个税收了真济，所以就每一个人发6000块。这发6000块无论是你的财务状况怎样，只要是合法的公民，拢会通领。基本上这是属于咱的讲假平等啦吼。这种圣经内底呢，这种的平等伫圣经内底，其实咱应该称作恩典啦吼。耶稣捌譬如一个泡汤圆的主人，伊出去迄个市场来聘请工人，无论是清早时做工的，还是中昼时做工的，还是下晡这个下班前做工的，拢得到1块，这是恩典。第二个角度，立足点的平等，就是补足无够额的人的需求，补足伫立足点的差异。这个比较较有社会福利的概念，也是咱会通看到初代教会的生活。每一个人摕出家己所拥有的，照着逐个人所需要的去摕。安尼平等是属于迄种社会福利主义，咱讲疼，讲人民。另外，实质的平等，就是必须要建立伫逐个人家己的工作成果来论报赏。这种的这个平等呢，会通讲是论斤称两的。这种的平等，好若亲像咧付薪水共款的平等，就是讲加做的加收啦，减做的就减收啦，事实上，对上帝的角度、上帝的旨意的中间，无有顶悬这公平论点的基础，通好来论述啦。咱拢知影，伫约瑟的故事中间，约瑟互伊的哥哥来出卖，这是伫昨昏主日的信息，礼拜日主日的信息内底，咱讲到，伊的哥哥将伊卖互迄个做生意的人，拖到伫埃及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去遐互人卖做奴隶。但是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智慧甲能力，上帝甲伊同在，伊就去互法老王的侍卫长波提反来看重，担任着因厝内的总管的职务。看起来爱计算已经出头天啊，但是却好康无偌久，因为伊人生了伤缘投啦，所以主人的太太就看到伊想要甲引诱，结果无成功，就用假冒来陷害约瑟，约瑟呢再度受落伫监狱内底。伫监狱内底的约瑟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伊事事拢顺利。所以管家甲要登狱长就非常的信任伊。
也后来因为伊热心约瑟，佮为着两个法老王的仆人来解梦。虽然因应答伊要为着伊讲话，但是其中一个人，亲像伊的梦共款，互法老啊杀死啊。另外一个就因为复职快乐甲袂记得伊对约瑟的承诺，看起来伊的性命悲惨，将来要搁继续落去啊！伊的性命真正是充满着无公平啊！直到有一天，法老王做着梦，无法度解释，全埃及的中间竟然无有人会通来替伊解梦。后来，迄一位捌得到约瑟解梦帮赞的酒政，才忽然间想到以前伫监狱内底有一位会当替人解梦的人，所以就将约瑟来介绍给法老王。照圣经的记载，这个故事的过程，咱要安怎来论约瑟的性命？伊所拄到的遭遇呢？咱无法度用任何一种的公平的论述基础来甲伊讲，咱只会通讲，哎哟，这是上帝的旨意啦。虽然咱知波提乏的太太对约瑟所做的是无公平的事，但是上帝却伫伊的旨意的下面，借着这个无公平的事来成就伊的公义甲计划。透过这个无公平的事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保罗甲罗马教会的教导也讲到公平，也是咱讲公道啦吼。保罗讲安尼，咱要讲什么呢？上帝无讲道是无？绝对毋是啦吼。伊捌对摩西讲：“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，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。”所以上帝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还是努力，是出自伊的怜悯。上帝记载，圣经记载，上帝对法老讲：“我设立你做王，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。”互我的名声传遍到伫全世界，所以上帝要怜悯什么人，就甲伊怜悯；要互什么人心意，就要互伊来心意。保罗伫遮说明着上帝的公平，毋是因为人的努力，乃是因为上帝的旨意甲怜悯。上帝的公平基本上是因为伊会疼，伊想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。咱换倒边来讲，是什么人需要怜悯，伊就想赐怜悯。就好像亲像尼尼微城的人共款，上帝并毋是因为因的性命值得懊恼来赦免因。反倒当是因为因的罪真大，需要救恩，所以上帝赏赐救恩、赦免的恩典互因。透过以色列人的先知约拿，就算是约拿认为无公平，主张上帝安尼做无有公义，但是迄就是上帝的旨意啊！那亲像约拿书第4章中间约拿甲上帝辩论共款。咱看见保罗又甲你讲，小费仔的剑无有权通用同一块念头，照家己的意思进一个贵气的，做一个贵气的器具吗？一个粗俗的器具吗？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，互人知伊的权能，还佮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会惹伊受气、应该灭亡的人。伊为着所批判的来接受伊的阳光，遐个人，就是伊怜悯的对象，伊搁较会互因知伊丰富的阳光。咱拢是伊所呼召的，
但对犹太人，嘛对外邦人中间来互调。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的，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，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。本来毋是我所疼的，我要互因做我所疼的。伫迄所在，我捌对因讲：恁毋是我的子民，相款伫遐，因会叫做永远上帝的子民。关系以色列人，以赛亚捌宣布讲：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边的沙遐尼济，毋过只有剩的少数会得救。因为主伫地上会真紧佮彻底来执行审判，这是照伫以赛亚进前所讲的。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，咱就亲像索多玛，嘛亲像蛾摩拉。更较清楚来讲，公平标准是在伫上帝的里面，并无在伫人的作为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的石盘毋通毋插我。你若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入坟墓的空的人。我求叫你，你的至圣所举手祈祷的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。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作恶的人做一个消灭。因甲厝边讲和平的话，毋过心阴险。愿你照因的所做，照因所行的歹代报应因。愿你照因的手所做的报应因，照因应该受的甲因处罚。因为阴庙是上帝的作为，甲伊的手所做的，伊会毁坏因，袂甲因重建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盾牌，我倚靠伊。上主帮助我，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，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。求你解救你的子民，赐福互做你产业的子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根据上帝，互阮成做一个有疼心、有怜悯、有好调的基督徒。阮愿意来成做你赏赐怜悯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